针对最近上行的 AI 科技发展，不管是辉达的黄仁勋，或者是草画的苏之峰，两位拢甲台南真有关联，而且要伫台湾来投资。对此，议员曾嘉欣希望市府会用发挥台南上大的热情，争取伫台南沙轮来设厂。接续议员针对争取都市的归零全民运动馆，好不容易伫今年初，看到甲中英大学运动场馆来合作正式启用。不过，议员针对环境的地点以及部分的设施损坏，甚至连消防的灭火器拢过期，因为位置无适中，加上使用的人少，议员质疑根本是咧饲梦啊！你讲好，你欢喜要来开一个全民运动馆，互阮桂林区用伫长隆大学，用伫遮尔啊远的所在，那归仁市中心的居民根本没有办法去啊。结果你就嘛袂教，迄天伊去参加了后，回来就很多声音了。因为现在归仁就只剩下我一个议员，我一直在讲全民运动馆，为什么别区花了这么多钱都可以争取，为什么我们归仁区没有？是看阮桂林区的市民没有吗？到底是怎样？结果一做报告一下哈。局长，我讲你先听我讲了，然后你们说预计吸引3万人，我看30个人拢无啦，莫讲3万人啊。你们在做检讨嘛？然后每年我们付了360万的这个人事费给长隆大学，然后目前你看哦，你从影片看状况这么差，你觉得有人会去吗？局长，你敢不该水姐 ？OK， 那个长隆大学这边哦，其实主要就在那个学餐啊，学生餐厅的地下室那边有一个重量训练室，还有一个桌球室。局长，我跟你讲，你讲的我知，就是你们去开幕的时候，拿唯一那个新的而已啦。对。结果所有里面的设备，大部分拢是爱付钱啦。除了桂林全民运动馆，另外桂林游泳池嘛同款。游玩批评厝顶生生，一拄着落雨就来漏水，设施状况非常的歹。希望市府会用全面来整修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明年初会来做改善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